雷生，咁多嘅，一個就夠㗎啦。真係中咗，150。唉，本錢少咧，以小博大。當初我都係好少錢嘅咋，博下咪博到而家咁大咯。爸爸，裝間公仔面人咁偉大，我哋得12個，不如放得10。咁多細路仔，聽。今日爆咗啦！頭先我就話以小博大啫，賭錢要睇大環境。今次佢博過我博，係啦，好少見我賭錢啊！覺得我頭先嘅表現點啊？啲牌揸得好好，運氣都唔錯。如果你個客嘅，我或者會以為你出錢。牌好唔好唔重要，最緊要嘅就係適當嘅時候做正確嘅決定。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呢個世界上有2種人啊？贏家同埋輸家。嗱，你係我個仔，一定要做贏家。今天以後靠晒你㗎啦！阿爸冇嘢嘛？休息一陣好冇？我想你再陪我玩一鋪輪盤。你嘅 lucky number 幾多108。月8號，你阿媽生日。28唔該。30蚊。雷生，咩唇膏啫？我應該諗到㗎，我諗唔到啊！雷仔，老爺佢點啊？唔知啊，好耐啦。嚇！我知道啦！醫生，我爸點啊？我哋已經盡晒力㗎啦，你入去見佢最後一面啦。老爺，大雷生，我知道個答案啦，係膽固醇高啊，係咪啊？屈埋，好辛苦噶。
我今日唔講嘢啊，我淨係聽你講。我一路以為我爸死咗，我會開心，我會唔 care，因為冇一個喺我身邊綁住我，唔俾我喐。我聽過大雷生講過，佢控制一個人只有兩個原因，一係因為呢個人有利用價值，如果唔係嘅，就係因為佢太愛呢個人。點解佢一直唔俾我知嘅？點解一直瞞住我？而我誤會佢喎。其實你哋兩個都係一樣，你哋都好愛對方㗎，係咪？我知我錯，我真係應該早啲同佢講。我其實好愛佢㗎。張律師，你可以開始啦。我而家根據雷亮先生生前所訂立嘅遺囑宣佈，兩位可以分配到嘅遺產。根據雷亮先生嘅意願，金鼎集團旗下所有嘅股份、資產，包括本地及海外物業、呢間大屋同埋金鼎賭場，全部歸雷傑克先生擁有。至於雷亮先生本人嘅現金資產以及金鼎集團嘅流動資金，將會撥入雷亮慈善基金。至於基金管理人，將由雷傑克先生出任。至於沈鳳鳴女士，根據遺囑會得到金鼎集團附屬嘅金鑽賭場持有權，以及位於黑沙環地段嘅一座別墅。你講完㗎啦？係啊，雷太。你都識得叫我做雷太啦，你應該好清楚法律上有啲乜嘢保障。嗰份遺囑根本上就有問題。份遺囑點會有問題？係你一直諗錯啫。我唔會接受。你搞清楚先嚟揾我。啊，雷太，其實遺囑度仲有一份附件係關於你嘅。乜嘢附件？講嚟聽下。講啦。不如話係一封信，係雷亮先生親身口述嘅，再加上由佢本人簽名確認。鳳鳴，咁多年嚟，我睇住你克己經營，處心積慮咁，想去建立你喺雷家嘅地位，但係你做到嘅，只係俾咗我唔少樂趣。呢一點，我真係好多謝你。其實你只係一隻不知天高地厚，自己以為好有本事、又傻又蠢嘅小妖精。而家我走咗啦，你亦走唔甩要離開雷家嘅惡運。鳳鳴，忘記咗金鼎，忘記咗雷家嘅一切，要自己好好咁活下去。我在天之靈會真心咁祝福你嘅。再多苦
付出更多，贏得了風光，但